鏡子殺蟲，魚死戶主啊！嗱，柏師傅咧向來都反對屋企太多鏡噶。戶主咧喺個玄關位置咧裝咗好多鏡同埋玻璃喎。咁原來咧鏡同埋玻璃咧唔係每個位置都可以裝嘅喎，因為咧鏡可以代表咗利器。嗱，呢個位置咧就正正咧係叫金木迎戰，口舌是非位嚟嘅。七咧本身係屬金，帶有剛強同埋血光嘅性質。所以如果鏡太多咧，反而不利於身體健康，亦都咧令到一家人咧冇咁諧和嘅喎。咁戶主就答低啦，哎呀，唔怪得知魚缸啲魚死完一條又一條啦，原來幫我擋咗煞啊！所謂金去生水，泄咗金嘅氣。但係喺魚缸裏面咧放嘅魚咧都非常之講究嘅喎。所謂一六共中屬水嗬，要有6條金色嘅魚，1條黑色嘅魚咧，就可以將個煞咧大大減低咗噶啦。雖然單位望海啊，但海上嘅負離子仍然冇辦法令到戶主放鬆心情。師傅話佢命格忌火，全屋又粉紅色噃，咁咪真係火上加油咯。而且啊，一入房頭頂有個燈槽，成日照住噃，令人精神好緊張啊，脾氣又點會好啫？主人房個套廁咧，咁大個玻璃門，就正正好似一把刀鋒咁，對到正咧個主人床，自然咧對男女主人嘅身體健康咧造成好大嘅傷害噶。師傅話最好梗係拆咗佢啦，拆唔到咯，咪用貼紙封玻璃咯。